或许的罪过，刚刚希望点传师说久一点，那没有说多少上限。那点传师慈悲，您有智慧，留20分钟给我们那个读经表演就可以。那大概10到15分钟是 range， 10到那可是因为呢，厨房的前贤他们很辛苦，希望煮出很丰盛的美味招待各位，又跟我们叮咛12点前尽量不要放各位上去。对不起，我觉得刚很诚实的说，所以呢，就请点传师的智慧帮我们拿捏一下好吗？这个重担就要丢给点传师啦。那个超时的我实在夹在中间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不过前人指示啦，或许一定要传达和修正或许的错误嘛，哈，感恩。那接下来，或许我们一起来恭请李典传师黄义大的来跟我们慈悲感恩。去按钮，那是树的哦。迄种红包呢，好红包袂使包，迄条包包点解个条条到顶管拢较贵啊！迄按钮的迄红包啊，条车毛红包，哦，迄若条迄算上好就对啦。啊，当然咱听做乐事，啊，乐事咱看是一个建筑物学校，有淡薄然后乐事，啊，学校去学校要怎啊？甲学生，啊，一间大病院，伊要去大病院，伊嘛是爱担保，嘛是爱落实。啊，病院去就要怎啊？对病人，吼、啊，博物馆，像咱进南国中博物馆，伊有担保无？有落实无？有啊，伊去起来创啊？展览教育，活动有上，吼，当然是国家政策、政治因素。啊，你较像啊，咱少年伫一个命对，你若是还车里命，变到尾咱会想要买一间厝咧。好，买厝要怎啊？好，建立家庭，新家庭要娶某嘛吼，啊，进大陆若要买厝娶某咧，淡薄唔计。大陆咧，台湾是也还好，哦，啊，你可能要买一间厝，少年要买一间厝，若无是大人拼，讲是大人拼，咁变我互伊，你看困难无？困难吼，啊，顶容易出小干。咱今仔即间看是做原来是一个外口看拢是一个建筑物，啊，若起豪宅，伊嘛是淡薄嘛是落成，啊，起豪宅要怎啊？卖嘛吼，卖趁钱。以建设公司来讲是要趁钱，啊，买的人是要大，吼，买的人是要大，所以变做一个硬体建筑物，建筑物内底伊的功用无相同，啊，咱只做扩大。应用不大，咱不同要创啊？教育到时阵咱好看，毋是啦吼，应用不大，咱就是要讲到你的所在，度化众生的所在，教育兄弟姊妹的所在。外口的建筑，咱拢把做金碧辉煌，无用庄严这两字。好，咱若一般的厝，
一般见着要你去来讲，我这足庄严无安尼讲，去拢讲金碧辉煌，啊无就搁讲啥富丽堂皇，啊咱到无大咧到讲金碧辉煌，啊无啦，到讲富丽堂皇，无咱讲嘛做庄严，好庄严，啊庄严这两字绝对来用庄严，唯有佛土佛净土才有咧讲庄严，啊这内底咱。啊，时间来讲，当然我爱放这较短啦吼，来当即个短边，进什么？进啊是秋天啊嘛，毕竟有个进来，这个冬天啊，这个秋天。啊，咱有看一部什么啊？这秋高气爽，啊，你今有爽无？今仔上爽袂爽，咱怎知？讲爽袂讲讲爽，足粗俗的啦。其实莫甲想，爽这是过去真正一句足好的话。啊，但是咱正讲到尾，我听讲好话，你讲爽的话，说别个人讲，你讲了讲爽，讲话有爽的啦。啊，说听到尾说到愈爽，那种愈讲愈美愈佳，但是咱真正要看一角度，咱师尊话，咱其实拢啊一只狗，迄条仙桃，啊第四年秋高气爽，啊秋高气爽是啥意思？啊？秋高气爽是啥意思？你提我过一天，我角度，啊，就会甲想啦，啊，啊，就画一只狗，啊，提粒仙桃，吼，仙桃，啊，秋高是安怎做秋高？秋天是什么日子？秋收嘛，吼，这说法解读唔免对唔对，我唔知啦，但是总是往落甲想就无对啦，吼。秋天收成若愈坏愈好，你的气味生理就愈爽。啊，真正你若像真，互我问你讲，你今日有毛啊无流甲，我流甲，讲拢种收成尔。啊，确实啊，讲在你月份正收呢，讲是上天先来收。是啊，那上天先收一条无？去到风间收呀，昨我咱咧开班，啊，咱打比嘛啦，一个就亲正点有诶收好袂爸爸，我甲问我啊今年我啊点有啊，我拢收伊啊，我若收伊啊，我若去到个风台收伊啊，足好诶。哦，迄行长拢收伊，毋是个是收伊啊，行长拢收伊。哦，啊秋天今年风较晒，啊所以讲秋到秋天收成若好，啊会笑头笑面诶。会啦，当然就爽咯，气迄个气味在顶气，迄气就爽。啊，今仔有爽无？你看咱最近有爽无？咱有经理，咱你看做杨经理交咱遮个联合单位有爽无？有吼。啊，其他遮兄弟有爽无？有啦，阮这爽较少啦，阮遮咧趁爽。听好无？将我这个主角，我来遮是将光啊做一个气势，安尼尔，啊真正讲起来。咱上兄弟咧娶某，其实娶某是老，比讲做老爸较爽，后生较爽，爽无共啊！后生生后生，啊是后生生后生做老爸嘛，啊你看做阿公，老爸就阿公嘛，你看是做老爸较爽，还是做阿公较爽？啊！你若想讲是做妈妈较欢喜，做较咱即摆问爽，即个你莫甲听歹啦，欢喜就对啦吼。是做妈妈较爽，还是做阿妈较爽？其实拢爽无共啦，爽啦。哦，真正啦，爽啊，讲欢喜嘛，皆大欢喜嘛。啊，就咱上祖师爷咧，皆大欢喜嘛，对毋对？啊，所以今仔这是一个独成的日子，独成的日子，大家拢来吃，足欢喜。啊，下早互我载咱太太要伫高阳来，高阳规个路天啊，伫咧大雨，清早的4点我就落来因倒。啊，伫个讲啊，查笑天啊，就无在边，我讲快点，你要驶过关庙，过了来到台湾慢慢，就天就会清你就看。那有影来到遮就安尼天清，清地高来天就好。啊，所以这我人讲的是一个语言。啊，咱佛坛起起，独成起，佛坛。咱看到啊，做庄严，啊，讲这庄严的意义，咱嘛小可抽倒转来啦吼，有一寡咱是真正表示有切身的关系啦。咱看面看到啥？看到婚吗？有啊，后来看到婚不简单哦。
看到香，看到明明上帝的摆典，看到佛道，看见拢好，因为心内庄严，看见拢我人啥庄严。啊，若这无安尼看吼，咱讲用一般的看法，这种是啊，全部看见拢拢是，这敢是是？爱钱啊！会可能我的200万走袂起来，这个倒啊袂是，这部分都300几万。咱这个摆片可能我20外万啊，哦，迄凡是啊，咱看见的全部拢是正了。哦，啊，所有的是什庄严，对对建立出来，咱看到的呀，庄严对对钱建立出来。外口的富丽堂皇嘛，对对建立出来，对钱建立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钱对对来。付出的，真真听哦，钱对对来。付出辛苦，辛苦。哦，遐这报纸出来，你看这发心，报纸出来，发心这是摕来起分段，咱即个讲啊，未摕来起分段，即个钱来源对对来。行善赚对嘛吼，赚来啊，钱送去赚，人啊人要赚钱，用啥去赚？会关系，爱付出啥？精神会关精神时间主宰。付出时间，付出你的体力，付出你的能力，啊，且体力、能力内底拢比袂着时间，时间是毋是上宝贵？啊，你即摆讲到遮哦，佫救倒来，佫救无落来，佫救落来啦。因这一站一站，你规定管救落来，咱即摆规定管救落来，时间啊做啥？时间是换金钱咧，哦，迄时咱讲金钱了，才讲你时间来，即摆煞要查倒去，毋对，时间倒落来，时间啊做啥？生命。上有无？时间就是生命。啊，你无生命，你到底时间？时间照常咧害生命，无你的时分，无你的份，对不对？时间就是生命，啊，有包含生命建立出来的时间，时间才能换金钱，啊，是安尼？有合无啦？有吼，有对无啦？对。啊，所以生命，哦，啊，你生命是咱有诶生命嘛吼，啊，生命就爱健康拥有，才能去趁钱吼。能力愈强诶，钱趁愈济；能力愈弱诶，钱趁愈少。但是迄钱济少，迄卖管，就是生命，大家拢为生命。好，生命，即摆讲到生命哦，生命诶源头对。主心。生命源头对。爸母。咱讲是道嘛吼，讲是咱本性嘛，啊本性生命诶源头是对天来，啊做天命之谓性。啊，所以真正这看起来理论当中，其实救来是救来到迄个道看袂到。迄个真正上根本，迄个咱大家看袂到，若无迄个做支撑点，就讲咱这地球上所有一切，若无地球互咱做基础，这一切拢假的。所以一切若无迄个道伫内底做支撑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讲信你才讲，咱师尊才讲一句话，道在哪里？那中枢的话就无共啊，中枢的讲做道伫，讲道伫我咧，所就是用道，但是师尊无安尼甲伊讲，师尊甲伊讲出上简单新闻甲伊讲，道在过生活，那新闻读有就知影，道就是伫过生活内底，就讲你生活当中道过伫你生活当中，但是生活当中道无你的生活，但是你生活当中会甲道贴出来，这个是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后壁伊下落去有正做啥？圣还灵悟道，道在过生活，大家拢有道来互咱做，互咱过生活。但是伫咧生活当中，两条路你是要行还是要看你安怎样？圣还灵悟道，所以钱趁趁的，咱若起豪宅、享受、起厝，大家来乐成欢喜，成家立业。起学校、教育子弟、起病院看病，看病人趁钱，咱起运来，行这条路做啥物路？啊，做生路做呀，做生业。
应业所以圣凡人物都道夫形中，咱今仔这个一直强情就是足济兄弟姊妹内底迄个道念、迄个道心发生出来的作用。毋管你300，毋管你3000，毋管你3万，毋管你5万，大家迄个道念、迄个道心作用出来，后面甲你用生命、用时间换来的金钱来奉献来伫道场。安尼是来，即份啊做啥物？做德，即份啊做德。所以人听讲，道德、功德、功德，即个分才奉献出来。啊，奉献出份德，即份德要是伫啥个身躯？德比德百万年，就是讲德就是要来用伫兄弟姊妹的身躯，所以道场是咧救度兄弟姊妹。啊，要救大兄弟姊妹，当然咱即个存款啊，当然就是爱有力啦，无存着存款啊，就爱有力啦，爱共心共同一致，回归道倒来。所以道就是咱本来的形态，咱本来的面目，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，就是咱本源的形态。那咱就明白，一间佛坛，毋是叫咱看水，毋是叫咱讲啊，我嘛有一间大佛坛，毋是安尼，吼。啊，袂讲咱讲啊，阮遮佛坛起起来啊，一切拢完成啊，来，咱的心放去啊，是真正代表咱回到倒来讲，咱迄个内在，为什么咱要建立这间佛坛？迄个内在，迄个宗旨是啥？宗旨啥？咱已经完成啊，现在才要从这个内在开始去发露出来，安尼叫做圆满。啊，所以而且今日啊，落完啊，那啥东签啊，大家欢喜啊，当时就安尼讲。即个就是讲两句话，啊无讲的当时都可能也无好食啦吼。啊，所以来遮安尼讲两句话啦，当然安尼讲，咱做事落办，修行咱真正要有到咱的内在，会款清楚。咱莫看表面啦，看一句话真足水，迄差着300-500落，迄钱买过来300-500落做本事啊啦，要相信无？啊，伊只做诸葛。讲是用的尔，啊，咱做个工作，咱若做个讲是用的尔，咱来做个啥？应付地用一个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咱毋通欢喜今仔日尔，啊，欢喜今仔日过了，今仔大家接到欢喜办事到尾来了，煞当啊无佛坛，咱讲无佛坛无代志，佛坛起的代志一堆，啊，到尾啊煞当到尾啊，感觉变无欢喜，无欢喜就无啦吼，对对。带新妇有欢喜无？等来了三无等了，怎么变欢喜无？有哪有歹强去？安尼袂歹，德行有够，福报有够。啊，为3-5年了有欢喜无？哦，3-5年了为什么避免？为什么无欢喜？大家新妇无好啊？有安尼无？大半新妇无好，有无？安怎我无好？有无？啊，咱当时娶某迄工喜事，啊到尾也变甲什么事？烦恼事，人要讲比啊变烦恼事，安尼好无？安尼毋好，安尼也就欢喜在底尔。啊，烦恼的咧，较济。啊，咱做的就讲像这人像是轮回3-5工尔，咱讲娶起来欢喜，啊继续讲欢喜，欢喜到什么时阵？欢喜到目睭起去，抑搁。欢喜含笑回复倒，讲完过嘛，一生天上名老人间，安尼好无？哦，还是好爱感恩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啊，咱道路通畅啊，大家多赚钱，开心点。我们很计较，多鼓了一次掌。感谢李典禅师幽默风趣的比喻，也只是我们找到生命源头、天命卫星的道，还要奉献培德，有道有德就可以圆满。
有请王点全。